瞓覺突然隻腳抽筋，呢個唔一定係缺鈣引起嘅。各位街坊請注意，其實呢個就係肝咩血不足，你嘅肝向你發出嘅信號。咁仲有啲街坊經常覺得手腳酸酸麻麻，時不時仲會突然抽筋。有呢種情況，你唔使過度擔心，亦都唔需要使冤枉錢走去醫院嗰度。今日咧分享一個好方法俾到大家，等你自己喺屋企都可以輕輕鬆鬆將你個肝養翻好。經常手麻腳麻、容易抽筋嘅朋友，呢條視頻你記得認真收藏好，多啲揾翻嚟睇啦。唔理你嘅肝唔好，有3年、5年定係10年、8年，同時仲有口乾、口苦、口臭、瞓覺容易流口水、指甲有啲樹咩紋、屙尿又黃又多泡、睇嘢蒙查查、容易飆眼淚，仲有就係容易發夢、容易半夜驚醒、成日都冇嚟精神、攰賴賴咁。有呢種情況就係屬於比較嚴重噶啦。不過咧，冇有使驚，跟住落嚟嘅呢個方法，你用咗之後，效果係馬上可以睇得到。不過千祈唔好用得太頻繁，我驚你用多咗會浪費呀。有需要嘅街坊朋友記得翻屋企試一試，唔係嘅話，等問題出現咗，你就真係後悔都嚟唔切啦。方法其實好簡單，你只需要聽話照做，1個禮拜煲佢3、5次嚟飲，到時你肯定會笑住翻嚟多謝我啊！你上山或者喺村口揾齊呢8種材料：蒲公英、菊花、決明子、枸杞、甘草、陳皮、牛蒡金、黃梔子，用滾水沖泡5分鐘就可以攞佢嚟飲啦。每日嚟翻一杯，一段時間之後，你肯定會翻嚟多謝我啊！大家可以自己準備材料，自己沖嚟飲。而麻煩又或者唔知道比例嘅，馬上點開下邊嘅呢個鏈接，入邊就有科學搭配好嘅成品，每一袋都係獨立包裝，科學配比，真材實料又有保證。每次1包，直接用滾水沖嚟飲就可以啦，簡單又方便。嚴重嘅話，你就每日飲3次；唔係幾嚴重嘅話，每日1包就可以啦。堅持飲翻一段時間之後，好處多到講唔晒啊！有需要嘅街坊老友，嗱聲帶翻屋企試下啦。由今日開始就用佢嚟好好咁愛家人、愛自己。